后花抽到伊的名，一万百姓中间报用伊的所做。伊吟诗，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。以上，咱做伙来吟诗，正诗第27首。上帝最阮代代帮赞，上帝最阮代代帮赞，也是将来毋忘，互阮闪避大雁风台，永远安稳所在。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吟。咱有安徛咧，咱坐念主祷文，主祷文安尼讲：万里一列碑，万列雅显，列狗领导，列骑地下，列里去你，万里是心爱的看，下列万保护，请求万的下列保护万行，我将万里一起，留万万你我万年。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做伙来启应，这启应文是第37篇，嘛是马太福音第6章，第37篇马太福音第6章。咱做伙来启应。我伫看路，恁的性命要食什么？要啉什么？恁的性命减无较大的米粮。只看天中的鸡鸟。恁的天父也伫饲伊。恁什么人会用看路，互性命搁较长一刻久？这种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长？若是我甲恁讲，当所罗门结
空午的时，当山野的草啊，今仔日地地，明仔日ฮ็着火炉，上帝互伊穿，甲安尼。所以无伫看路讲，阮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，要穿什么。独独大声为伊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。所以无伫为着明仔日看路。第声，今日的工作已经到遐，以上。咱过来念一首圣诗，圣诗第246首。上帝疼痛赢过一切，上帝疼痛赢过一切，天顶欢喜降落地，求你点阮卑微心内，显出你极大仁爱。救主，你是慈悲怜悯。你的疼无限纯真，将你救恩即时降落，进入阮惊遐的心，才今日咱做来念。Hallelujah.
阮伫天下爸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你是创造这世间宇宙万物的主，你也是掌管这大所在的救主。阮伫你的下面承受遐济的恩典，阮得到足济温暖，阮日时无拄着恶担当的一切，阮实在要开嘴向你来阿乐来感谢。但是阮也知影，阮常常违逆你的旨意，阮原本也足硬，毋听你的话，阮行阮的路，到落尾才知影，倒转来求求你，主你也接纳阮，互阮实在诚做你的囝儿，阮是足大的荣幸，但是阮也要见笑阮所做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日头到尾，特别是过去的日子，你朝阮，阮得到平安。我们感谢你，特别是你祝福阮的美娘，毋但互身体得到健康平安，阮心情也是足平安。主，这是阮的福分，别人无的，阮得到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是我也知影，伫咧过去这礼拜，我真济阮的兄弟，伊身躯欠平安，伊心灵无平安，因带伊也是伫厝里咧疗养的时，主求你甲因治治，也互因的心情知影后来。亲近你，来超找你，我心情搁较得到安慰，互身体也是心灵上的苦痛，会早早离开。主，阮相信你是大权能的主，你也医治阮所有的病，你也安慰阮所有阮想要爱的。主，阮。实在要感谢你，你也因助阮大家来到你的殿堂，你无互阮的脚走闪去到别位，你就知影，阮是失败的养者，来到这，阮要超找生命足重要的物质伫遮，但是阮也知影，阮久久无目者的时。阮心灵空虚，阮头前的路失败，毋知要安行。但是你是听阮的主，你也听从阮的声音，你的确会准备一位你合你旨意，和合你阮教会需要的牧者来到遮，互阮逐人心情得到柳青，搁较得到。帮助，主，阮就甲这件代志大大来到托互你。我只要要开会，我只要要礼拜的进前，阮实在抱着空虚的心来到遮。主，你大大祝福，你也大大来充满阮的心。我今仔日咱正听的牧师来到遮，甲阮讲的，毋但是伫。地上的富足，嘛是爱得到天顶的富足的时，主你就教示阮。我讲的有听的，拢得到利益。你未来的生活，未来的脚步会来搁较勇敢。我来恳求祈祷，乃是奉主耶稣你的名来求的。阿门。